让我们再问一次，这个问题有5个元素，中文已经消失啦，你有注意到无？文的发音有一个落音声母，无；疑问的问，要食的买，文章的文，武功的武，拢有落音声母，无中文无的声母。稳，中文是四声的稳，闽南语读文，毋是四声，是中声。中文无的另一个声调，中声。四声稳，中文永远读四声。闽南语较复杂哦，疑问、尾字读本调的中声。但是若是问题的问，爱变调哦，中声变假声。闽南语的读音毋是尾字，大部分爱变调。假声，第二个中文无的声调，变调，中文无的语感。问是问音，闽南语阁有另一个读音问，这是鼻音，闽南语才有的鼻音，中文无的读音。简单的问题来整理一下，原来中文已经丧失古汉语中的5个元素：落音声母、中声、假声、变调、鼻音。再问一次，好无？闽南语的问原来遮尔丰富。